大家好，歡迎返到嚟50合一呢個頻道。今日呢條片有兩個第一次，第一個係開台以嚟第一次響澳門消費嘅片，第二個就係我咁大個仔第一次踏足新馬路嘅新中央酒店。翻查歷史，新中央酒店係響1928年，即係97年前開業噶。當陣時仲有泰興娛樂場響裏面。本人出咗世之後，響1977年入邊開咗一間中餐廳，叫做碧麗宮大酒樓，但係我就一直冇入過去啦。直到去今年2025年，今次我就帶埋兩位姑姐一齊去探店。而家酒樓已經搖身一變成為咗一間西餐廳。今次中午呢，我哋三個就試咗個 set lunch。餐廳唔算大，但係呢就會放咗一部擺咗10幾款甜品嘅甜品車，服務員都會逐款介紹佢哋嘅成分俾我哋知。最後我哋都有揀咗2款試試啊。嗰個咧佢屬於香草嘅 mousse， 係啦。跟住呢一個咧紅豆嘅芝士蛋糕，加咗啲抹茶。你想食咩？咁咪要一件呢啲咯。好啦，跟住呢個咧係薑汁撞奶嘅芝士蛋糕。薑汁撞。係啊。係咪？呢個咧係屬於肉鬆嘅鹹蛋黃嘅巴斯克嘅芝士蛋糕啦。哦。係啦。個味道有少少鹹甜。食完飯，我哋上咗去頂樓，高空觀賞一下澳門幾十年以嚟累積落嚟嘅城市景觀變化同埋現今嘅風貌。當然，我哋又影返2張相留念一下啦。A few moments later， 接住落嚟呢間 Top Fusion 第一無國界料理，開業已經有7年，位置響沙梨頭。有時諗唔到食乜，但係又同一時間想叫齊日本魚生、鋸塊扒、叫份 pizza， 唔同地方嘅菜式，品質有保證之餘，價錢又接受到，咁我通常就會到此一吃噶啦。今晚懶到唔想諗，叫完一份雜錦海鮮刺身之後，就揀咗近期推出嘅5道菜海鮮 tasting menu， 有沙律有湯，2個主食加甜品，都只係收298蚊咋。食完飽到唔想喐，瞓到第二朝先開始剪片啊！再次感謝大家收睇，下次再見，祝大家食極唔肥。